听众朋友，大家吃饱未？老师平平安。安，人间平安。对啊，老师，我最近迄看到一个马来西亚的新闻哦，因为什么双九节啦，就是9月9日因9月为初九，9月初9，因120天呢，有人会甲咱讲，等下有迄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来讲看觅啊，120天，120天是要纪念啥物哦？所以咱等下节目讲到后好，壁咱来看有人会晓甲咱讲无咱今仔日后壁即个是啥物啊？叫做咱即个猪哥牛啦。即个，无，咱今仔这个，来到即个所在啊。这是我细汉，我会记是读册时诶隔壁迄栋中营诶对无？迄是中营路中啦。中营女中诶校门学校啊，诶，空阮迄中营路个做是中这栋大楼叫做红楼，因为是用红砖仔起诶，嘿红砖仔起为虾就是米？老姑娘起诶，老姑娘诶时代。所以咱今仔日会嘛会讲着老姑娘逐个佫会记诶无啊？足久以前诶伊诶一张批嘛会伫遮出现有迄个明辉来啊咱来问看觅啊，伊顶个有甲我讲120天是咧纪念啥物等下咱请伊写一个咱会甲观众朋友回答一下。120天诶马来西亚为福州来诶哦，所以为虾米伊会晓讲迄个福州话对无？是安尼。好，所以咱着讲着即个女中是一个做有名诶人迄个人呢，伊是个啥物啊？宣教师啦。宣教师伊是一个三宝呢。是三伯对，宣教师。老师讲迄个以前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啥物啊？叫做生囝时作为言来讲，生有贵，着烧酒芳满油烧酒芳，生有过，若生烧酒无贵，着四块芳。四块芳意思就是讲棺柴啦。棺柴生袂过就四块饭所以三宝伫迄阵足少嘛足重要。因为迄阵也未有三伯。迄阵嘛无人足少人去病院吗？无你去病院生囝？无迄个医生专门咧人生囝诶，无安尼嘛无迄个啥物，佫会当坐月子诶中心像即阵足方便诶对啊，拢无。咱今日要大先来看一个，因为咱今日是要讲诶是女宣教师女宣教宣教师毋是讲查甫诶啦、查某诶哪有啦，佫是足济伫圣经内底咱知影圣经有一个女宣教师，迄个女宣教师是啥物人呢？着以色列诶人，就是讲由隔壁国家掠去咱国家掠去，掠去着做人诶奴隶因为伊诶行达行为拢真好，伊诶主人着拢听伊诶话，有一届呢，因诶将军迄个上后小镇诶将军乃曼将军，伊着太过病啦，患着太过病无人会当甲伊有医生找甲无医生无法度迄个女婢，以色列互掠去迄个女婢，迄个仆人就甲伊讲，你若毋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伊一定会当甲你医你的病，因为伊是对神、对上帝来，当然逐项病拢会当医，伊着足有信心的甲伊传导你，伊着真正信的一个大将军。听一个查某囡仔诶话，迄个查某囡仔阁是互伊掠来做奴隶，无简单你要互人会听你诶话，是毋是行为爱足端正？咱知影讲即个宣教师，然后呢，伊着真正去以色列找迄个先知，找诶时阵
伊就想讲，伊家己诶想法啦，讲我即摆若去吼，我是一个足伟大诶将军诶，啊，我若去一个老百姓遐，啊，一定会出来甲我赢气吼，足好咧，甲我忝头，啊，佮用水啦，用啥物物件伫我诶身躯嗅咧，啊，念一寡迄五四三，念诶，遐讲好，我会变好啊。可能伊是安尼，因为较早诶人医病拢是安尼嘛。用迄草啊、声担身躯甲你嗅嗅咧，啊念一寡，互你听无诶。啊，结果呢，迄个先知安怎伊你敢知？连出来甲看都无爱啊！伊就叫伊诶仆人讲，你出去甲伊讲，讲叫伊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摆就好去啊！哇，一声甲伊讲哦，迄个将军气一个足生气啊，就随要转去哦。你是要甲我侮辱无？阮国家诶水敢无比你较清气？吼，足生气！啊，迄个老爸就去甲伊讲，毋好受气啦。你想讲你要来找伊医病，伊若要爱你1000万，偌济你毋是拢会互伊吗？啊，伊即阵爱你去洗身躯7摆尔，啊，为虾米你毋甲试看卖呢？啊，想起来迄阵诶，迄阵诶泰国病人麻风病啊，吼，就是逐个人拢足惊诶，对无？拢无爱甲伊做朋友，啊，而且会去互赶去一个所在，吼。即摆故事大约是安尼啦，吼。啊，咱看圣经，列王记下第5章第2节讲，前阿兰人对规定出去，对以色列地掠一个查某囡仔，伊就伺候乃曼的某，即个囡仔，即个查某囡仔互人掠来侍奉将军的某啦，吼。啊来第5章11节。乃曼就受气，我即摆拄则讲诶，为什么伊会受气？讲啊，你先知既然无出来，甲我用迄水甲我嗅嗅诶，讲叫我去洗身躯，伊受气，啊，着要转去啊。啊，讲我本打算伊的确要出来见我，徛伫求叫耶和华耶上帝诶名，摇手伫犯着诶所在来愈合泰国诶。伊想讲。伫伊患病诶所在吼，伫顶悬摇手，啊，就好去啊。迄是普通人诶看法啦。这是一种我即摆嘛圣经咧甲咱讲吼，自古早女婢查某囡仔，阮仔虽然地位较小，毋过伊阮仔会当传道理吼。乃畲将军来相信耶和华，因为后来吼，你知影咱畲将军偌相信，你敢知？伊讲。我较早若伫找你，叫你赦免我，因为伊讲，伫我抑个毋认爱你诶时候，我捌对别个神跪拜。啊，我即摆已经捌你啊，我毋敢，讲我较早所做诶毋对，请你原谅。伊个对耶和华来回释诶，这是一个完全改变诶信仰。咱来看，咱即摆来圣经读了，咱即摆来看古老就是。新老病院诶旧诶楼叫做旧楼啦。迄阵有2位女仆人无我即摆要讲诶是迄个马雅国医生所请诶2个。马雅国医生伫伊做医馆诶所在，就是我前个互你看嘛。就是伫迄个即摆市场，就是下到学校诶。一个位啦，伫遐做医馆诶时候，有请2个女婢，因为迄阵伫府城诶囡仔甲袂晓做工课，府城诶囡仔袂晓做工课，伊请诶2个查某囡仔是算做人讲叫做山地同胞啦，原住民啦，就是西拉雅族啦，伊诶名叫做敖啊，一个叫敖啊，一个叫做纽语啦吼，伊是西拉雅族诶人，伊墨西人，因两个伫马雅国遐做伊诶仆人，着听马雅国诶传福音，着了解福音是啥，着倒转去因诶墨西诶所在，着甲即个道理传互因，个墨西遐足侪人来找麦生医，迄个歹医诶病，结果得着好，所以足紧伫
目屎遐就足侪人愿意信耶稣，就对正诶查某囡仔开始，信两个女婢开始啊，建立一个目屎教会。这个目屎教会是第一间，因为后来对遐佫探出去，因为像咱讲台南县遐个人行2公里路，去到遐做礼拜。一日啦，毋是2公里，是20公里。因爱行20公里到目屎做礼拜。咱管市场道跋尾就是跋尾上顶悬遐讲若正经教会是用对目屎生出来，目屎伫倒？伫高雄诶中遐木栅木栅目屎，迄个所在，即个所在是第一间，就是迄2个查某囡仔伫遮传道以后。第一间建立的教会，有人对跋尾来，公仔拿来，即拢是10公里行来遮做礼拜。就讲安尼伤远所以伫跋尾就建立教会，公仔拿个建立教会，就是安尼来的。所以个教会就会团起。咱个定来咧讲咱最近咧讲的历史，拢讲着新楼啦，讲着赤坎楼啦。佮讲到安平古堡，就是热兰遮城的位置，你大约甲看者吼。伫台南的人拢知影新楼病院啦吼。大家拢知影新楼病院伫倒位。是，即个是迄个咱等下要讲的一个，迄个什么干伯。朱姑娘啦，咱叫朱姑娘，因为较早若还袂嫁翁的，拢叫做姑娘。姑娘若嫁翁的叫什么娘？像咱较早李秀牧师娘有无？这牧师的牧师娘，这医生的医生娘。是，这个姑娘。这就是会当找到的一张画啦吼，伫报纸顶悬的。因为较早袂晓翕相啦，较早翕相机无遐尼好。安尼，这是我用 AI 吼，家己画出来，可能是安尼。照即个相片吼，即阵的科技做好，所以这个就是新楼迄阵足久以前即本即间病院即间就是新楼，对旧楼搬过来的新楼，叫做新楼。其实你看来足旧对无？其实伊的名叫做新楼，因为旧楼是伫另外一个所在搬过来遮，后来遮。搁再起足大栋的大楼，是，所以伊即个2个查囡仔的，来即个宣告，来结果因建堂头起新的120人因为建堂的人数真济普通较早的教会成立的时候，拢几十人咧聚会，无人讲有上百个医生伫遐咧教白话字一日上课6点钟，抑个无嫌济。因所有的来台湾的宣教士，拢一定是咧教白话字。所以台湾囡仔大家拢会晓写，拢会晓看。因拢袂晓读册，因为无机会通读册。佮讲，因若要读写中国字，拢叫3个月读会，无可能3冬都读袂会你看咱国校是毋是6冬？来到初中读了几10冬的，才会晓写汉字。汉字毋是安尼简单学真正诶。但是用罗马字教台湾话，3个月就好啦。完全马字教到你会晓读会晓写，3个月就有够。所以真正迄阵应该先学这较紧对无？所以较早的人写批拢是用罗马字在写。咱等下就会当看到较早人写的批即个医生娘伊一工上课6点钟。上课6点钟好厉害！所有的上课的人拢无感觉讲安尼足济，感觉讲安尼还佫无够，紧来佫甲我上课是。咱要讲即个1885年11月朱玉安甲文安2个拢是苏格兰的人2个人就做伙来台湾。来台湾伊是接续李秀牧师娘的工课。李秀牧师娘毋是咧建立一个女学校吗？拄建立的中间，因着爱因的身体缘故，佮年纪也大，着爱离开，着即两个姑娘就来伫台湾接续伊的
就是讲女宣教的工课。哦，是。迄阵个后来，佫有一个叫做万珍珠，拢三个吼，的轮流。因为中英女中已经成立，即间学校已经成立啊。当然成立的时还未有这栋大楼，这栋大楼是1923年才起好，较早是较细间啦家厝的教室，家厝的3位姑娘就轮流主持校务。轮流就讲，一个文姑娘啦做校长来主持校务，两个就出去外口拜访，伊学生的家长拜访，也是看病，也是去身后病院帮忙，妇产科的工课，接生的工课，佮训练其他佮教册，所以有一个人伫遮做校长，两个伫遐，所以轮流做啦，一直到后来，到有一个叫做罗姑娘，卢仁爱啦，卢仁爱姑娘来做第一任的校长。第一任校长的时阵，咱知影讲伊是什么时间呢？后来咱知影阵的台湾人拢总会晓写批，咱来看一下写批吼。所以中英女中这栋教室啦，这栋教室到今年都要100年。毋是因成立100年已经超过啊！是这栋教室，因为是1923年今年毋是2023吗？对，所以这个是大好。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台湾第一份报纸的刊头啦，安尼写，咱来做来。应该你拢读有吼，你若小可会晓发音，就知TAI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顶礼拜讲过。下骹遐就第一张就第一份报纸，来光绪的光绪啦，迄就清朝毋是用光绪吗？光绪11年11年6月2、2月、7月诶，报纸内底有一个内底有一段啦，我出一段就好啦。这段我咧对中来读吼，这是把迄个咧勉励台湾人诶话，你注意甲看讲咱对咱人LNG 伊是读做人毋通拍算，因为伊捌控制字，所以毋免学这号的字，也毋通看轻伊。讲是囡仔所读的，两样的字拢有路用，不过因为这号较快也较明，所以人着大声读伊。后来若要煞读控制字是真好，总是白话字着较大声。惊了，若毋读，恁袂晓得看阮白日所印的，所以阮苦劝恁众人入教以及听道理的人，男妇老幼，捌字毋捌字的人，拢总着紧紧来学。亲像安尼，恁就会晓得读这号的教会报甲外册甲圣册，望恁的道理若深，恁的德行若照备。这是伊的口语啊，是马克咧一个英国牧师讲台湾话，伊讲的口语就是安尼。伊就是用这个话写出来。迄阵的台湾人已经拢会晓看，就是因为会晓看，伊即款报纸发行的时，毋知甲偌多人
通逐个人一分钟去看。若袂晓看是要安怎？所以逐个人并伫教会诶人拢总会晓看，不管你捌孔子字也好，毋捌孔子字也好，孔子字就是咱即摆讲汉字啊，咱即摆讲中国字啊，国语啦，国语你毋捌无要紧，国语迄阵就无人捌啦，因为中国政府都还袂来啊，当然是袂晓，当然有人咧学中国字，但是学了足慢呢。所以头起身其实是迄个即个字吼，逐个人拢会晓读，也无错呢。这真紧学会晓。若要学哦，其实即摆台湾人实在讲啦，不管你是啥物人，有读册无读册，是足聪明诶，还是足普通诶，拢袂要紧。保证3个月，若有心要读，一定会啊。因为像我遮尔老，我嘛是读3个月，我就会晓啊。3个月就会啊！观众朋友，咱学3档啊，会晓啊袂？你无专心啦，你无专心啦。我专心咧学啊。是，就是免费问诶哦。为虾米早期拢用迄个即个罗马？其实即个是白话字，是上口起身诶啊吼。伊是要问讲，为何吼早期拢用字母拼音，无华文诶文字？迄阵有华文文字，毋是无哦，是有，但是足歹学，所以拄则大家咧无书，我咧读诶，你毋是有读着啦讲。但是孔子字真学，真学就讲非很难学啦。学你讲咱台湾话学，就是讲很困难。学就是困难诶意思。所以较紧啊吼。所以你看古早人写诶批哦，即张批。来，咱看真普通人啦，这是普通民间吼，民间咧写诶普通批。较早就无电话啊，嘛无手机啊。写英文诶。你若要写情书也好啦，写配互朋友也好，一定是爱用罗马字写嘛，因为逐个拢会晓看，会晓写。你若要写孔子字咧，都看无啊，佫袂晓写。就是中国字啊！你要用中国字，你看无也袂晓写。你要用即款字，逐个人拢看有，佫会晓写。可能你会问讲你会问讲为什么即摆台湾人拢看无？我甲你讲，因为中国人来以后，就禁止人用这所有即款字拢烧掉，图书馆诶拢袂使有。拢烧掉。后来你要找即个字，爱外国诶图书馆找到有，台湾诶图书馆总烧掉。这是政府啦，政府禁止吼。你若要安尼写，你就犯法啦。所以即张批是外国诶人保存诶吼。是普通哦，罗马字诶文献拢外国人保存，因为台湾的拢烧掉去啊，哪个有？无采吼。对啊，即阵诶囡仔来当读这就好啊，因为阮伫国外吼，要叫因读迄个什物孔子字，嘛足痛苦诶吼。足侪人拢会晓讲，会晓听，但是拢袂晓写。但是若即种吼，应该是。即款真紧啊，因为你若会晓英文，就会晓看。是，所以咱甲即个放大吼，老师来放大吼，放大，因为我甲迄张批内底吼，出一段就好啦。先说吼，即张批吼，即张批拢总有3张啦，我是用一张互你看。我厝内底一段来读互你听啦。这是第一张咧。家己平安。即张是讲，我真紧也读过，因为这读了真紧吼。第一张家己平安，伊是写批互家己一个人吼。顶日有接到批，拢知影所讲诶代志。你讲喙齿有在疼，但毋知有较好啊无？学校诶出业试验，敢拢煞人吼，毋知倒一帮船会通倒来。伊诶口语，咱知影讲，毋知倒一帮船会通倒来。你看伊诶口语是毋是顺喙诶台湾人？真正诶。你讲喙齿有咧疼，但毋知有较好啊无？但迄是但，你看国语袂当安尼啦。国语无即个字啊，但毋知有较好啊无？
你看即款的台湾的口气，咱随看就知影是一个什么人写。中国一层啊，我特别互你看讲，即张批是当时写的，咱看内容就知哦。伊第一字也是写日本字啦，因为迄阵因是受日本教育，所以因除去日本字以外，就是台湾字，绝对无国语啦，无迄个中国字啦。头是讲乌名个，乌名个就是小礼物啦吼。咱来看到嘛字部分哦，来送迄两字就讲有啥物乌名个来送吼，我来咱对遐开始谈学讲。我拍算，我顶晚有翻译个中文，你看讲我拍算，伫7个4月初5会去台南甲女儿，因为前顶个月罗姑娘有写批来底请，所以要来去。你毋知到初5会到厝仔未？咱好啦，即段圣经咱下面即段内容咱来看。即个讲，伊新学有两句话我感觉是真水。伊种静顶日、静顶个月、静顶个月，即款的讲法是足水的台湾话。你若会讲静顶个月足水的即个台湾话。但是即摆你无人安尼讲，因为你一定会讲前几个月、静几个月啊，静几个月对。到底袂晓讲前顶个月，就讲从上个月了吼。罗姑娘都有写批来咧请，所以要来去。你毋知到初5会到厝仔未？即款的语法即款的讲话方法。罗姑娘啊，吼。罗姑娘即个迄张图就是，因为罗姑娘是1903年的台湾。伊接校长，中英路中校长是伫1910年。我个捌罗校长即罗校长咧做中英路中校长第一任校长时阵有一位学生，即个学生我有捌甲伊讲话，我足欣赏即位学生，因为伊的气质真水。我小可来介绍一下，即个人就是台南有一个医生叫做陈春生，教会人拢应该捌的，因为伊若拄着迄个医生拄着较困难的人，经济较歹的人，伊拢都有摕钱帮助你，继续咧做啦吼。即个医生因太太的阿嬷，因太太阿嬷，我有一届捌去因兜。对啊，就是医生娘的阿嬷啦。医生安尼讲较清楚啦，这个因为田春生嘛，田春生大家捌嘛吼。即个医生大家拢捌较济。我有捌去因某的阿嬷的厝，听伊讲话，有一届就互我感动，因为因会当讲。足通亲切的，足亲切的一个老早人，个真卫生个逐项拢真好。伊咧甲我介绍，讲因头前的花，伊头前有这个细细的店嘛吼。伊讲因头前的花是伊种的，玫瑰花捌啦吼，足水的。伊就甲我介绍讲，你毋知影先仔甲遐水，讲伊逐个会知，若要甲水拢甲伊讲，哇，够水的，你有够水，逐个拢甲学了。伊甲我讲，你若愈甲学了，爱就愈水。伊会晓你不时拢欣赏，就是讲会当去欣赏上帝创造的水，甲要安怎甲伊感谢上帝。讲这你生这足水，爱就真正愈开愈水。伊讲连植物都听人的意念在成长。这互我的一个概念，所以一直到我即阵，我出来去野外，我看到什么物件出来，叶也好啦，花也好，开出来，我会了了甲看，哇，你真正真水。我讲伊真水，伊愈来愈感觉足水。真正，观众朋友，你若甲恁某定定讲你真水，愈来愈水，毋免买化妆品对无吼？袂歹哦。是安尼对啦。我即摆是要讲罗姑娘的时代所教出来学生，就是遮尔有品质。是。迄阵的台湾人就是生做安尼，
因写诶批就是即落型，因为足侪人毋知影，台湾囡仔也毋捌，所以我必须爱直写讲，因为除去老人以外，少年诶拢毋捌啦。对啊，我真正老人即摆老人会当讲诶，都无介济啦。即文其实为国校国校因就有开始学闽南语，但是因学迄咱想诶一点点啊无真正咧学啊无遐尼深安尼。因为即摆人要学即个字毋是讲老师毋教，是家长毋接受啊。家长就足侪抗议啊，讲你教这要创啥？就拢安尼骂到，讲袂使教即款，这是家长诶因素，因为因无爱台湾话。所以早期诶台湾其实拢是用闽南语迄个闽火文诶。所有诶外国人入来，全部拢讲台语，无人讲中国话嘿啊，就是讲孔子字伊就是为着要统一对无？统一无爱互人讲遮古早话要统一，因为遐个人可能看无啊所以因着家己拢烧掉安尼。就是我来拄则讲诶所以这是我查着诶迄阵讲120当前有263什物福州来诶1903年，拄啊刘姑娘入来台湾迄年。是120对拄啊好迄年伊嘛是为福州来300几个，即阵因去迄个啥物石造园迄个所在伫马来西亚请马来西亚诶人甲咱讲看觅有去遐过无遐个人即阵变做卫理公会所以因就是足侪有带人去遐教会带人去遐宣教对无？第一间教会伫马来西亚，我毋知我讲对无咱想最近拄好看着因诶即个整理查着即个故事，嘛请马来西亚诶人甲咱分享因诶故事好，今仔日真趣味，讲着古早诶代志，所以讲讲袂煞后礼拜佫继续继续要讲，老师要讲迄个啥物人老姑娘吗？是。佫继续讲台湾诶故事为咱是要透过即个用台语来讲台湾诶故事来认捌台湾诶教会是安怎开始台湾早期足侪少年人基本拢毋知影诶历史所以爱甲家己饲一个赞嘛分享互你边仔诶人会晓讲台语袂晓讲台语诶人因拢会当知影是讲闽南话闽南语诶人好，安尼后礼拜1个 AM 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我即阵是伫澳洲跟咱做伙来认捌古早时咱诶祖先足重要诶。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多谢观众。是多谢大家来迄个帮场诶人会记家己饲一个赞好，安尼咱后礼拜